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初7，旧历的3月26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个嘉义的中正大学有一个女大学生，14年前，伫要转去学校的半路来失踪，从此就找无人咯。家属是怀疑讲，甲这个女学生读同一班，姓吴的迄个男朋友嫌疑真大，但是都是找无证据。真拄好，这个姓吴的男子的阿嬷，伫6年前嘛失踪了。伊的兄妹发现讲，阿嬷的存款，互伊这个兄哥是偷领了，就去报警。检警到由台中的徛家来搜索，发现有疑似骨骸的物体，早转去当咧鉴定。台中地检署以涉嫌着杀害直属的亲人，而且有逃亡、湮灭证据甲串口径的疑虑，向法院申请收押核准。同时要扩大来追踪14年前这个女大学生的失踪案。头毛白条的穿咖啡色短裤的查甫人行伫顶仔骹，随后伫边的检警包围，检警也对咧坐电梯到伊住的所在搜索，然后甲电脑主机阁有一箱物件搬出来，这扣回物件敢若有骨头，阁要鉴定敢有人骨。从相关的证据，检察官认为说，被告有涉嫌到杀害他的祖母。这位查甫涉嫌杀害阿嬷，检方阁有证据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阿嬷跟阿公，他的妹妹有常常会出现，阿嬷后来就没看见了。代志的现讲是因为这位查甫的兄妹发现阿嬷失踪了，户头100万的存款嘛拢无去，妹妹来问阿兄，结果互拍着伤，所以就来报案。检警追查这位查甫有可能杀害阿嬷。他比较独来独往哦。真拄好的是，这位查甫人伊的女朋友伫14年前嘛是离奇失踪。检警调查发现，2007年6月份，这位查甫人读中正大学23岁女朋友，伫6月初1转去厝内替老爸过生日了后，6月初2坐火车转去学校，结果人就无去。2015年5月份，这位查甫人的阿嬷嘛失踪，检警掌握证据指向伊有可能杀害阿嬷，法官裁定收押禁见。案件的法典嘛会重新启动14年前女朋友失踪案的调查。